大家好，我係吳江律師。今日咧，我想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相片上嘅版權。相片上都有版權嘅喎。根據呢個版權條例528章，相片都係版權嘅保護對象之一嚟嘅。如果有人冇你嘅授權之下用咗你嘅相片，有機會係侵犯版權㗎。喺咩情況之下喺商業上有人用咗你嘅相片咧？基本上有3個情況。第一就係人哋用咗你嘅相片係賣水貨。你唔可以阻止人賣水貨，但係你可以透過侵權相片侵犯版權嚟指控對方，要求對方停止使用侵權相片。你可以發現之後出警告信俾有關嘅侵權人，同埋有關喺網上支持侵權人嘅 ISP， 即係網上嘅平台。據我嘅經驗咧，一旦你出咗警告信之後咧，好多時呢相片都會取消㗎啦。雖然你唔可以自根地阻止對方賣水貨，但係你可以將嗰個侵權活動降溫，有一定程度嘅效果。第二個情況咧就唔同啦，佢唔單止用咗侵權相片，仲係賣緊你嘅侵權產品。喺呢啲情況之下咧，你一樣係要出警告信，唯獨是唔同嘅地方咧，就係你警告信裏邊咧，唔單止指控對方侵犯咗你相片嘅版權，仲有你嘅產品嘅版權，同一樣嘅結果啦。好多時一旦出咗信之後咧，呢一個嘅侵權嘅相片同埋產品都會停低。如果唔停低嘅話，有另一種嘅工程要做。喺現實裏邊咧，有第3個情況，大家可以認真考慮嘅。喺一個訴訟過程裏邊，如果有人侵犯埋你嘅相片嘅版權，你要連同侵權相片一齊去起訴對方，因為相片較容易去引證版權，相對地，侵權人咧好難去挑戰相片嘅版權。咁所以好多時我哋律師咧就會透過簡易程序一起過告對方，透過簡易程序攞咗簡易勝訴嘅，咁就可以縮短咗成個嘅訴訟過程。所以連同埋版權侵權一齊起訴嘅被告咧，有機會係縮短咗個訴訟程序嘅。有機會嘅，下一次我哋再分享一下簡易程序勝訴嘅流程啊！